市民农园呢种地瓜叶比较容易有收成。那姜黄，那个叫凤梨，那前方那个叫空心菜，再远一点那个叫芋头，在旁边那个叫九层塔。开的花以后要摘花，不然就会像目前那样枯死掉。可能是秋天哦，本来夏天哦番薯叶很茂盛，现在秋天了，你看就变比较少了。另外还有金银花，金银花，忍冬你看要用竹竿让它爬上来。还有这个叫红花八生菜、安徽八生菜，过头脑帮助头脑的。前方红红的那个叫洛神花，洛神花哦，还有紫色叶子，那个是一种地瓜哦，那个地瓜叶补血的，你看。哦，正前方这个叫味豆、尾刀、六角豆、秋葵，秋葵是可以帮助糖尿病患改善那个病症哦。前方你看那个秋葵叶子那么少啊，可以长1、2、3、4哦，4根啊，4根的六角豆、秋葵了，尾刀了哈。哇，那你看那个番薯长那么茂盛了，是人家那个丢掉的番薯藤哦。就直接丢在地上哦，遇到下雨以后，你看，要长成这么茂盛了。现在秋天了还这么茂盛，哦，前方那个是九层塔，那个比较茂盛，高站塔。